第二個來源，個人成長經歷。譬如曾經有個個案表示，喺細個嗰陣，每次使錢嘅時候，父母都指責佢，話佢亂咁使錢，以致令到佢形成我唔值得、我唔配得擁有好多金錢嘅信念。又或者有啲個案喺成長過程入邊，經常見到父母因為金錢問題而嗌交，從而形成咗一種信念，就係金錢係家庭不和嘅根源。亦有一啲個案係因為細個嘅時候，父母工作都比較忙，由細到大都係被寄養喺爺爺嫲嫲或者親戚嘅屋企入邊。喺呢種環境下長大嘅小朋友，好易會形成自己唔值得被愛嘅信念，因為外在世界係內心嘅投射。呢啲個案會將唔值得被愛投射到金錢上面。當佢自己嘅自我價值感低嘅時候，即使有發達嘅機會，亦都會無意識咁樣去推走呢啲機會。第三個來源，